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因为客家人勤俭的精神，要将食物保存所发展出来酱缸美食加传统的好滋味。这摆透过台南市政府加客家委员会主办，以及云林嘉义等5县市的合作，嘛希望让客家美食有了新的创意。所以，前对各地热热报名的30组料理歌手通过初选，各有10组进入决赛。21号将伫安平码头闹热登场，拼31万的总奖金。这一次我们非常的特别，我们在前1个月就已经广邀英雄帖让我们所有全国的各界的厨艺精英来报名，我们也释放出31万的奖金，来刺激大家。果不其然，超过30几队的专业的团队来报名那我们经过了初选，我们有在专业的这个社会组有10队，业余组也10队，有20队要来在我们这个礼拜6要来做一个最大的 PK。记者会中，台北市长李梦燕嘛伫总铺赛过主义用在地沙白鱼皮做成鱼羹，南上金酸沙拉的示范当中，亲身来体会客家创新料理的手艺。对简单的食材当中，呈现客家料理的用心丰富，加酱缸美食的好滋味。客家美食象征用酱缸美食象征什么呢？象征我们客家乡亲的一种勤俭。而且勤俭朴实，而且刻苦耐劳的这样的精神，因为在早年没有冰箱的时候，为了要保存这些食物，我们必须用腌制，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存，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很多的酱缸的美食那事实上现在经过科技越来越发达，大家发现这些酱缸的美食。这些腌制的东西往往会产生更多的营养的一个成分，甚至比它原来的食物来有原来的食物所提供的更多美好的这些营养的这个元素所以我们觉得推广客家美食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3、2、1，请自雄2017客家美食料理比赛5位客家酱缸美食4月21号在安平油漆码头人地天堂雷雕登场。除看气球的迄刻嘛，再处于21号规工有客家国宴料理示范，免费品尝客家美食以及文创贺礼大放送等精彩节目来宣传。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加济女中学生首先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揭开高中优质化10周年的成果发表序幕。台南市配合中央教育部推动的高中优质化方案，经过10天的打拼，会当看到对艺体设施、课程的变化，甲更侪丰富多元有特色的教学方式，学生一步一步踏实去探索出家己的兴趣，让囡仔不只是死板的学习而已。会当对实际执行当中去学到更侪知识。那我觉得高中优质化这样的一个推动，就是让这个多样性、多元性，而且从多方面去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刚刚从刚的影片看到年轻学子们在不同的领域包括这个人工智慧，包括科技，包括舞蹈，包括对文化的探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供给大家更多元的环境，更多适性扬才的机会。其实计划能够建构起来，老师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老师必须要能够在我们原有的课纲的这些课程之外，另外呢，也许结合了在地的文化，也许结合了学校的悠久的历史的传统也许呢结合了这个产业
风土民情，哈，甚至呢，我们思考学生未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量，然后呢，规划不同类型的课程，让学生能够有机会去拓展，所以整个计划的内涵里面，其实让学校变成是一个不断滚动向前然后呢，老师是一个合作共好这样的一个机制下在运作的当头是10月27号、28号的成果博览会，由咱市大湾高中、信公女中、德光高中、光华高中、永宁高中、北门高中、台南女中甲台南二中新办，静态展现出咱市办理12年课纲前导学校以及办理高中优质化学校的课程特色甲成果。会场也将由12间高中轮番展现出精彩舞蹈、戏剧、运动体验等多元的活动，精彩可期。台南新闻网最后采访报道。各位长官、贵宾、留部，台市议会上午进行理念编组甲调整报告，现场来了侪反对调整的里长，立法委议员也接受发言，反映里长的心声。议员洪玉峰认为，既然中央也未通过行政区域划分法，其他县市嘛也未做调整，先做台南要率先推动，并强调理念的调整应该要送到议会审议再来执行。你讲你会当省1亿到2亿，其实如果若依照因的你的工作费用来讲，一个月45000，你减掉113日，一档较省掉6000万。你讲你资源的分配较公平，我请问你，你原有200户的，你拢无甲伊减编，市区内底市区有多吗？市区一日拢甲伊编到2600户。2600户是200户的13倍，那资源分配有公平吗？你怎么能够用那个理由来说服我们呢？议员柯丽丽指出，根据立法院的公告，理念的调整是由地下市家己订定办法以后，就会当办理，并无需要等待行政区域划分法通过，就会当来实施。对此，伊指因明年就要选举，为何现在才赶咧上路？101年12月，你们颁布了这个以后，你们就开放各区去做征询。结果你的压力开始来啊，然后你也无钱。你在今年，也就是因为明年要选举了，你赶快去年编了100万来做这个里邻主编跟调整办法，匆匆的上路。流动人口最多的就是中西区、跟北区、跟安平区。为什么我们要受这种里邻编制？因为我们的户数少吗？因为人伤多啦，歹大啦，下来拢去大外口啦。那你这样子在匆忙，在明年要选举之下，就是一句话，我不能够反对你去整编，因为这是趋势。可是是否能够有一个落日条款，就是暂缓到下一届再实施，大家4万较明白。民政局回应，理念编组调整是以地方制度法第7条第3项规定来订定，原本是要等待行政区域划分法通过才一并实施。不过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让理念的调整无法度继续等落去，因此才会伫今年初就开始进行相关的工作。但是民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理念编组甲调整，议员陈怡丁强调，这是一定爱做的工作，只是推动的时间点并无适当。伊认为应该等待中央的行政区域划分法通过以后，才一并实施。若无面对明年的选举，恐惊会面临到身份证换证件的问题，以及造成投票的混乱情形。希望爱甲所有里长做完整的沟通了后，再来调整。因为你即摆改啦，好啦，你即摆赶伫年底甲通过，你讲即摆要改，迄明年迄个时阵是到底要投票？咱先莫讲证件，你看投票迄改那个没有问题啊，那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局长在讲的啦。他拿身份证，他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投票了，那个没有问题，就会一片的混乱了。那个不会有这种状况现况都没有改，人家有时候投票都会跑错地方了。这个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你的证件，你说现在不改啊？证件什么时候改？这个我们不会让它发生的。你会事先被动的来处理。这个我们在执行的面上面，我们都已经做好这个规划了。
副议长郭信良也指出，为关切合并较大，已经第7档，真侪所在连门牌拢也未改，现在又搁要进行里程调整，而调整的结果也无法度符合里长的期待。今仔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弹，这样侪里长来徛伫遮，伊毋是作赢，伊毋是戆啊，实际上已经无符合着因的期待。咱的机制甲整个的内底体制是没有让他们缓冲的时间。我甲你讲真的，今仔日做遮是足辛苦，无毋对，大里甲细里差足济。细里的200几个万了13万，万几个万了13万，无公平的存在，这是确实事实的存在。但是你这贸然来实施，对因的冲击这样大，你没有让他们有缓冲的时间，这是主因。所以我是甲你建议。我甲你建议，你既然做遮济辛苦，你要做歹人嘛无要紧，你要后届人做市长人好啊做嘛无要紧，但是上届起码爱取得圆满。副议长建议里程调整先暂缓实施，等待第4届里长选举才来执行，并希望民政部门会当甲地方的里长再做沟通，以取得圆满的结果。但是，查山林根采访报道。南市里程变做调整，引起部分里长的反弹。议员柯志春也针对大楼的里程合并提出质疑，强调一寡大楼的户数较侪，加上现在大楼管制严格，合并恐惊会造成困扰。也烦恼未来行政区域为分法一旦通过，里程阁爱面对第2次的调整。行政法分法、区划法，你等迄阵通过，甲来通过，安有啥物差别？是安尼急要制定要通过，你拄仔说明了先是因为户数的关系，但是你若安尼是你讲人长的关系，你针对伊的部分增加的，你甲内底的人做区别就好嘛。大楼起较济了时，你就加人就好嘛。部分内底小部分的调整嘛，你开得来做这个工课啊。对着议员的质疑，民政局长陈宗彦表示，依法规定，里程调整必须伫选举的前1档提出，而里程的调整作业早就伫今年初就陆续开始推行，并有计伫年底进行公告实施。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广听地方的意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充分的去了解里长、议员的声音，那各种的意见，我们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面也都去做过了解。那也重新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反映过来之后，我们也重新都有做过一些模拟。但确实整个调整完之后，我们最后的定案就是现在从原来的752里变成649里，从14730里变成9660里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势必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完成公告，明年来选举来实施。那有关于相关选举的时候，或是民众的身份证的资料我们不会主动来做更换所以民众也不用担心。那相关的资料的变更，我们也会主动的来协助。该案虽然引起部分里长强烈反弹，但民政局长陈宗彦表示，专案已经核定，强调这是一个进步的政策，不是为着个人，而是为着城市的发展。因此未来会继续推动，无可能停止。但是查山林根采访报道。伫万里万年灯、喜球、万丰宫、昆新、龙山市等宫庙主位，甲一个南区里长陪同，其中参选人陈廷辉正式发表南区3大愿景。因为南区有南山公墓集中管制，加上黄金海划线被侵蚀等问题，拢互地方发展长期受限制。所以陈廷辉强调，南区一定要脱胎换骨，符合民众期待。南区爱发展的是咱黄金海化的这个观光的要点，所以咱有提出一个叫滨海蓝带观光轴。滨海蓝带观光轴是配合着南区、安平区，咱嘛知影即摆南区、安平区已经变成是一个选举区，所以因就是一个整个整合发展的区域。所以南区、安平区，佮加上安南区，然后七股、北门、将军。客家咖喱，这是一个连带性的滨海蓝带观光轴，所以这条线若建立起来，相信一定要对咱南区变成一个门户，变成一个出口甲入口，
所以这个出口甲入口就会当带动着地方的发展，结合着咱地方咱所有主委以及咱所有里长，大家共同为南区来拍拼。所以一定要了解台人，才会当真正来振兴台人、深入台人、服务台人，才会当真正发展台人。这嘛是这次评委伫这波文宣当中所提出非常重要，就是深入台人、振兴台人、服务台人、发展台人。所以只有知影台人的人，才会当真正来成为咱台人的长工，会当真正是变成咱台人家己的查某囝来顾台人这个家。去年8月，中和黄金海岸建成机场门户加南山公园陈线等三大环境，拢是陈天辉对市民的承诺。伊嘛将伫22号下晡伫南区奥运会成立大会上邀请乡亲甲做伙开讲，讲出大家对南区未来寄望。根据了解，奥运会当中，包括南区39里，已经有31里的里长有7大公庙主委表态支持，嘛大大提升团队的士气，有信心成拼党内初选过关。支持陈天辉，南区大点，支持陈天辉，南区大点，支持陈天辉，陈天辉，陈天辉，陈天辉。台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让社会会当更加重视婚姻的重要，由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所举办的幸福台湾爱在台南祝福典礼，邀请20对翁仔某，除了互因重新庆祝婚事，嘛伫现场表扬金婚加选结婚的代表，充满幸福气氛。是因为我们常常通过一些报章杂志跟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哈，其实多少都是跟我们的家庭是有关联的，所以感受到说家庭的核心就是夫妇嘛，所以如果家庭当中的夫妇两个相爱很合一，感情很好的话，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能够完全的能够来得到一种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把这是一个幸福台湾爱在台南的活动，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哈，希望除了办这次20-30对夫妇来参加之外，希望有更多夫妇一起来参与，一起呢能够建立一个理想幸福的家庭。活动当中有侪趣味活动加演讲来分享经营婚姻的秘诀，和参加的夫妻拢当为后代子孙建立真爱传统、幸福模范，并且为后一代建立双双对对、万年富贵的美满家庭。内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合作阿婆的泥土之一出舞剧，除了跳出父母者伫人生过程当中离乡背景，用阿嬷时代旧皮箱来装满人生故事甲记忆以外，也个舞台顶不断搬红砖、贴红砖，将舞者围起来。除了象征旧社会女性受限制自由，也希望借着建筑的无同，让少年的舞者知影珍惜这片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布置呢，不是一开始就在舞台上的，我们是由舞者呢慢慢的搬这200块砖头到舞台上，形成各个不同的一个造型。这个砖头有在讲，对我们有一个舞叫缘故，在讲一个女性，在旧时代女性呢，她被关在里面，它是一种没有办法自主的，所以这个砖头的意义是堆积，它是在内的。那可是女性呢，她在里面其实她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一个构思，但是她没有办法走出去，因为那时候她的脚被一个布缠住了，所以它有一层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创作阿婆的时候呢，阿婆的泥土记忆会去思考，在地方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红砖头，对我们内心的情感是很有感觉的。可是红砖头在这个舞码里面，透过舞者在搬运他的那种感受，因为我们的舞者年轻，所以在这出剧里面，我也特别想要让孩子们去知道他自己的历史的故事，同时也有一个传承，让年轻的孩子们知道过去的历史。当他在我们府城看到这个红砖块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伫舞台剧中，今年的新戏22号特别选伫桂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嘛希望剧中甲观众融合，增加共同参与的机会。剧中表示，阿婆就是土地，就是互相的母亲，嘛是历史的目睭。期待乡亲拥有股票进着翕相。内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在地知名饭店引进的第一批黑毛和牛，是伫咧环境优美的熊本县生产，而且经过严格评选，达到上高级 A5 等级，佮加上 BMS 油花标准顶级认证，达到6以上，称作为和王的顶级料理。特别是在料理时阵，料理的声音更是互人体验到顶级和牛的吸引力。饭店业者也用多元化的方式去料理安尼顶级食材，希望让消费者有更多不同款的选择甲食食的美妙体验。刚好今年是我们刚刚有看这个 video， 今年是所谓的熊本的和王的第10年10周年。那么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过程，有没有被有一个声音吸引到，叫哇哦？那大家知道哇哦是什么吗？就是和王的日本话就叫哇哦，哇是哇 Q， 哦是哦嗓，所以大家记住和王就是哇哦。那么和王就是和牛之王，来自熊本。那因为这个哇哦吸引到我，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想要把这个好东西介绍给我们台湾人。那当然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就注意到其实熊本的和牛其实它的整个感觉也非常的棒。未来呢，客人来到我们这边吃到的，不管是和牛还是和王，不管来自哪里的话，我们都会有身份证。那身份证的话，每一头我们进的是一头一头的牛的4大部位。那么这段时间，如果卖的是这一头牛的话，你吃的是比方说和王，你可以扫一个，我们会设计一个 QR code， 然后会有一个会告诉你他的身份证字号。那么你上网之后，在网站你就会知道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过程它还有这个叫什么笔吻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么由这个过程可以保障到我们的消费者大众，他会非常清楚知道来到这个地方吃到的所谓的和牛或者是日本牛，它的一些产地，还有它的一些背景。和王的生产团队，日本地神株式会社社长也特别来到台南，要将和王大力推荐给消费者。业者也表示，因为顶级和牛、和王数量相当的少，民众想要享用一定要事先预定。业者表示，会用上佳冷冻现食物完美的方式，将和牛的芳气甲特色发挥出来，满足府城的美食家。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